早起看世界来关心巴金森氏症，治疗会当用药物治疗。即马嘛有伫脑部植入晶片DBS 的一款疗程。目前伫荷兰的医疗团队有开始咧测试，配合患者的病情，用手机去控制刺激的信号，希望会当有好的治疗效果。现年48岁的范布瑞达本来长壮年时期，毋过10年前确诊得着巴金森氏症，家己感觉规个人生差不多乌有去。巴金森氏症候群的原因，主要是脑部负责制造多巴胺的神经细胞流失去。多巴胺是脑部神经信息传递必要的元素。目前除了药物的治疗，伫脑部放晶片的脑部侵占刺激 DBS 嘛已经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毋过以往敢若单方向发出刺激信号予患者脑部，无大适应无共患者的需求。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中心目前正咧测试即种透过行动装置操作的软体，一方面会当记录，一方面会当配合调整。We now are able to record neural activity from the DBS leads that were previously only able to stimulate. This neural activity tells us something about symptom severity, and that makes us able to control the stimulation based on the needs of the patient. 公视新闻4家人编译。